一個成熟嘅社區需要不斷咁優化，先至可以提升到市民嘅生活質素同埋幸福感，亦都可以加強到社區之間嘅連結。恒隆地產一直積極推動可持續城市發展，由恒隆地產全資興建，連接淘大商場同埋東九文化中心嘅有蓋行人天橋已經完成主要部分嘅安裝，而工程嘅進展順利，預計2026年中旬竣工。現時市民往來淘大商場同埋港鐵九龍灣站，需要經過繁忙嘅牛頭角道。呢一段路日間大部分時間都人來人往，加上唔少嘅車輛經過，有時會出現人車爭路嘅情況。當淘大商場行人天橋落成之後，將會提供一條全天候有蓋通道，無縫咁樣連接淘大商場、東九文化中心同埋港鐵九龍灣站，為市民往返區內主要設施同埋文化場所提供便利。呢一座行人天橋仲融入咗環保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元素，例如喺建造過程使用咗可持續而且對環境影響較低嘅建築材料。橋嘅頂部將會設置太陽能板，所產生嘅清潔能源將會出售俾電力公司，為香港嘅可再生能源網絡作出貢獻。此外，天橋仲採用高效節能嘅 LED 照明同埋智能能源管理系統，顯著降低能源消耗。行人天橋嘅另一端所連接嘅東九文化中心會喺2025年年底全面啟用，並且會發展為推動長期演出同埋藝術科技嘅重點場地。到時候欣賞演出嘅觀眾可以經過天橋直達淘大商場，享用商場內豐富嘅購物同埋餐飲設施。恒隆地產今年迎來65週年，自1970年代起，恒隆地產一直引領住九龍灣嘅發展，打造咗一系列標誌性嘅住宅同埋綜合項目，包括德福花園、淘大花園、淘大商場。唔單止可以提升到居民嘅居住環境，亦都可以為區內嘅居民提供更加多樣化嘅購物選擇同埋豐富嘅生活配套。恒隆喺九龍灣嘅最新住宅項目浩日，更加係致力提升九龍東生活質素嘅新篇章。集團旗下嘅新住宅項目浩日已經開始入伙，以本港單棟新型住宅設計嚟講，項目嘅規模相當龐大。而浩日呢一個項目設有超過15000平方尺嘅會所同埋園林空間，當中就包括24小時健身室同埋長25米嘅園林泳池，屬於區內罕有。而對於一啲習慣咗喺九龍灣區生活嘅居民嚟講，無疑就係換樓升級嘅最佳選擇。